追！殿下，你没事吧？阿娘，阿娘救我！瑶瑶！ 抓紧我，别松手！废话，我又不傻。殿下，殿下！燕国公，今日太子在你家列场遇袭，生死不明。 我等誓死寻回殿下，严查此事。一旦有人与刺客牵连，立斩不饶。小杜统领放心，太子殿下吉人天相，一定不会有事。待太子殿下回銮，我尹家一定会给殿下一个交代。下悬崖，搜救太子。是。阿娘。 你给太子殿下交代什么？事到如今，我们只有投靠殿下，铲除碎心谷，才能护住瑶瑶和尹家。这，老爷，您还没有认清形势吗？我们已经多番忍让，可碎心谷却步步紧逼，豺狼天性。今日若不是太子妃，阿娘，若不是那个女刺客， 瑶瑶就会命丧当场。就依夫人所言，待太子殿下平安无虞，我就将碎心谷威胁我们杀手提价等事全部和盘托出。只是这样一来，那女刺客估计是小命难保了。天可怜见，跟瑶瑶一样的年纪，却整天刀光血影的，而且他还救了瑶瑶的性命。阿童，阿童是谁？春风卷起一场涟漪，红灯到花开香满地，雪落发梢唱一曲在哭泣。我未曾梦一笔，盘中书满皆是你，就跟此生与你缘起几花一世。 先处理伤口吧。
秋风卷起一场涟漪，未等到花开香满地，雪落发梢唱一曲，泪满不及。别动，伤口会裂开。就我一次，这次就算。叹众生万般皆是谜，只得此生与你缘起情花意。三百一梦情深，留我一身伤痕。难言一场爱的一花流连沦为故人，几分注意人。